日本名将铃木一朗在大联盟开季宣告隐退后，一朗时代亚洲势力持续在最高殿堂的舞台发光，日本投手、南韩强打都在球队占有重要地位。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季28日开打，日韩两大投手纽约洋基田中将大、洛杉矶道奇柳贤镇分别为东岸、西岸的传统劲旅扛下开幕战先发。30岁的田中将大美职第6年，第4度在开幕战先发，对上巴尔的摩精英，比赛还没打就写下纪录。他是历来亚洲投手当中担任开幕投手最多的第一人，不过前3次都没拿到胜投。洋基王牌塞维里诺 Luis Severino 开季受伤，田中将大扛起头号先发的角色，去年战绩12胜6败，防御率 3.75。田中是洋基先发轮值中的稳定支柱，也是季后赛倚重的大将。南韩左投柳贤镇与田中的情况相似，在王牌投手柯肖 Clayton Kershaw 受伤之下，扛起球队开幕赛重任，准备对上亚利桑那响尾蛇的赛扬奖名投葛兰基 Zach Greinke。柳贤镇这场先发颇有历史意义，这是道奇队相隔18年之后又见南韩投手担任开幕战先发。2001年南韩名投朴赞浩为道奇主投开季的第1场比赛。今年大联盟开季吹起寒流，5名南韩球员抢下25人名单是历来最多的一次。科罗拉多洛基投手吴升还年届36岁，仍是洛基牛棚的重要角色。3名南韩新旧世代的打击者渴望在球队扛下重要角色，分别是德州游骑兵外野手邱信守、匹兹堡海盗内野手江正浩、坦帕湾光芒内野手崔志万。36岁的邱信守是韩流前辈，大联盟生涯进入第15年，去年仍为游骑兵贡献21轰、62分打点，并写下52场连续上垒纪录，生涯首次入选明星赛。31岁的江正浩今年春训热身赛敲出7支全垒打，全大联盟最多。江正浩2015年站上大联盟，前2个球季共敲36支全垒打，是韩制大炮的代表人物，但后来因为酒驾肇逃问题被判刑，缺席大联盟舞台近2年。今年春训的7轰宣告绝不碰酒再出发的决心。27岁的内野手崔志万春训成绩一样亮眼，敲出2支全垒打外，打击率3%66%，上垒率4%81%，外加0.585的长打率，渴望担任光芒队中心打者。日本球员方面，铃木一朗在东京巨蛋隐退之后，今年开季抢进25人名单的日本球员都是投手。27岁的菊池雄星在伊朗隐退赛上先发，赛后与铃木一朗相拥，泪流满面，颇有世代传承的意味。这是前西武狮王牌菊池雄星在大联盟的第1个球季，水手队为了保护他，预计控制他的工作量，在一定的先发场次间安排短局数的先发。菊池雄星之外，日投前辈芝加哥小熊达比修有、洛杉矶道奇前田健太都将分别担纲球队的先发轮值。而亚利桑那响尾蛇的胜利组牛棚友平也加授，他去年拿下32场中继成功，改写队史新秀纪录。而开季虽然没有日本打者，但预计5月复出的洛杉矶天使大谷翔平也是本季关注焦点。
24岁的大谷翔平去年首次在大联盟登场，又投又打掀起2刀流旋风。尽管季后开刀使他今年暂时无法投球，但专心打击的大谷会有多恐怖？很多专家都很期待。有球探预估大谷今年有30轰，打击率30%的成绩。